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2號星期日，10場谷草絲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字快地，想分享下場次141。5班12米4號馬時間寶，孭132磅，9檔起步，沿途走3、4碟，最後85仍落後幾個馬位，力追下跑第3，輸3/4馬位，走蝕腳程，追得咁近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49 2班12米3號馬顏色之王，孭125磅，12檔起步。第一個彎已經攝入2碟，跟住前領馬，最後200狂追猛打，始終被力壓跑第2，輸頸位先紀錄低。場次150 3班1650米6號馬連冠王，孭122磅，1檔起步，上大石鼓逐步向外移出，最後200落後領先馬匹2個馬位，越逼越近，始終被力壓過終點，屈居亞軍，輸短馬頭位，步速慢，好難追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